时间过来食牛肉面，来看到用清汤炖的，嘛有用卤的口味。这是台北市一间牛肉面店，头家常常看到人客伫咧抽度到底要点倒一款。伊规气研发一款叫做太极牛肉面，就是甲一鼎分做两鼎，设计做太极的造型，互人客一摆就会当食到清汤炖的，也有卤的两款口味。店里嘛有提供咖喱、咸的两款酱料，互人客拌入汤里，嘛会当做大面食。拢总有6款的食法，互人学了真有创意。 牛肉面安尼食伤过料小，若会当甲变做澎湃的火锅宴，就会当烧忽忽来上场。太极造型的鸳鸯锅仔内底，一边是重口味的红烧汤头，另外一边是清甜的清炖口味牛肉、菜丝含火锅料，一盘一盘边头甲摆好势，甲锅仔烤香盐，倒打出这个特殊的八卦图案。这就是八卦牛肉面火锅，简单看就真气派。顾客他可以 完全自己的搭配，让台湾的牛肉面能够用沿袭式的方式展现，让台湾牛肉面无限延伸。甲这个牛肉上赞的拢甲芳上倒，半斤半卖的腱子仁，厚厚甲切一块。伊的牛筋油花啊分布甲真招匀，顶悬阁有网丝花纹，煮较久嘛袂伤过烂下。这个牛筋加有真侪加质，事先互甲煮甲真入味。落鼎了后，甲浸伫烧汤内底，安尼食着就更较软溜。遮阁有即款市面真少看会到的牛肚臀，伊的口感比牛肚更较幼稚，伫遮嘛食会到。我们这个牛肚唇啊，这是一般外面是吃不到的。 啊，然后就直接放在汤里面，放清炖或者是放红烧，它经过火锅煮以后，它会更加软嫩，更加含汁。食这款豪华版的牛肉面，唔通急要来甲落面条，爱等各种的食材，伊的精华拢食入去汤的内底，才会当来落面条。面条甲放入去烧汤内底，安尼甲当规下啊，就会当保持伊杂煎佮 Q 香的口感，啊，佮有顶悬四节的咸香的汤汁。 含来斗搭家己上介意食的食材，这个是一碗家己调配的牛肉面。来，您好，这是太极牛肉面哈，太极牛肉，这是红烧，这边清炖。好，那我们建议你先吃清炖。店内还有另外一项招牌菜，就是这碗太极牛肉面，甲碗分做双边。 一边是红烧的，一边是清炖的，安尼唔免互人客为着要点倒一款口味伫遐想半晡，甲夹做伙两款口味拢食会到。顶悬放这个软搁 Q 的牛筋，含口感食着较幼脆的这个牛肚。上特别的就是这块介大地的腱子肉，这个腱子仁的双边，伊的筋较济，肉较少。头家特别甲切落来，甲号名叫做筋包肉。 这食着比一般牛腱子是更较 Q 身。这个碗非常特别，这是一般看不到的，外面看不到的。头家的囝柯浩凯，大学读的是财经系，毕业了后打算要伫个金融界来发展。不过伊自细汉就伫店内咧斗三工，伊知影爸母的操心背腹甲劳心苦俭，伊看到爸母一日一日老，伊就决心要来接手头。 父母当然年纪越来越大了嘛，那我的哥哥姐姐其实在这方面都没有特别的就是特别的一些兴趣，甚至是说偏好啦。对，那我自己就是跟着从小做到大嘛，那我就觉得说我自己既然最擅长，那我就把它扛起来。那其实这样子的话，对我父母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衣钵传承。柯胜雄开发牛肉面的新食法，让退休的人生出现第二春。即马囝唔但要来斗团团，嘛希望家己的牛肉面会当来上国际的舞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